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阿典固。你知道吗？台湾有超过400万客家人口，而且在台北市已经有超过40多万，所以就会有像现在的这个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。在市区有这种绿地是非常难得，非常欢迎大家。如果想要更认识客家文化，来到这里交流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坐捷运逛台北。如果不知道在台北哪里可以吃到客家美食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看今年2025年的台北市客家美食节食材后寮提供的客家美食地图。地图里面有提供超过40间非常好吃的客家美食餐厅。二话不说，我们来吃好吃的哦，向下来食美食。这间店动厉害，很多大烹小赚。我堂讲，记得是本屏东老家嘅味道带上来台北，记得嘅家畜做菜做50年，主要是卖台湾客家家常菜。向下来试看看，哇，好丰盛，东西动多诶，我先吃客家猪脚，哇，动态哦。冻姜啊，哦，又鹹又香，軟嫩入味。哦，天啊！接下來，我糖講鹹卵苦瓜凍皮粉，哇！鹹卵有一絲絲的鹹，唔會太鹹，加苦瓜，冻清爽哦，哦，加冻皮粉哦。亚味就是天母市东市场，我帶大家來食市東客家莊嘅鹹拌鹽，我堂講亞間店嘅鹹拌鹽，當有名當人來食，還有我堂講調價當熱情哦。亞味嘅鹹拌鹽當好食當 Q， 而且我堂講係手工嘅，通條地都有鳳蟲條、蝦米、香菇、肉絲，哇，味道都豐富誒，讚！台北客家人很多，客家美食也是挺多。接下來我會帶大家來到中山區，有一間空在地下室嘅秘密傳堂6對伙房，向下來試看看。哇，關於食客家菜當幸福，從哪裡開始呢？客家精神、客家小炒、客家炒肉，炒肉都會有肉絲。還有蔥條、條乾、油魚嘅，全部加起來就係客家精神嘅，有一絲絲的甜，一絲的鹹，還有肉絲嘅香味，哇，真係好食咯！接下來鹹卵絲瓜麵線，真係冇看過，我喺唐宮亞味全台灣最有創意嘅客家傳統。來試看看呢，有麵線、絲瓜、紅條，應該就是鹹卵，有湯湯嘅鹹卵香味，嗰個麵凍 Q 哦，哦，真係我冇試過誒，全部好吃咯。一間店冇簡單哦，東西全部好食，凍醬有創意哦，讚！最後，我帶大家來苗栗客家菜館。不過，亞味唔係苗栗咯，亞味係台北新北頭一間店。我同大家講，外觀看起來簡單，不過越簡單越厲害。一間店就係食材好料，表現冠軍。一天我來試看看。哎呦，條家！恭喜恭喜嘅！安子些，這個名冇簡單，愛唱問，也個心情用嘅
同乡，同欢喜，同欢喜哦，嘿，哇，难得也个要参加呢客家文化吼，嘿，也个吼料理嘅菜色也都吼，来同欢喜，啊介绍同菜本人也客家朋友，唔团起来同欢喜啊，哎，基本嘅同奖哦，啊，这样子的。来根根菜，哇，好期待啊！哎呀，我听说吃酸的会开胃，那我们先九汁苔虫，有蓝水会出来了，哦，又很 Q 弹，吊菜的，哇，吊家同乡哦，好好吃咯！还有加这个九层塔切腌菜，入口即化，啊，又咸又酸哦，咸酸幸福，哦，难怪是冠军啊！吊家董好吃哦，哇！今年2025年台北客家美食节试菜后撩，精选出40多间非常精彩的客家美食餐厅，而且我必须说，今天吃完一轮之后，水准非常的高。住在台北董幸福，这些店等着大家来试看看哦。师梦大家爱去吃食丁阿典故，张来了。